得越紧，空气越少，防腐效果越好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。冷鹹菜，所以到现在还是保留着，对不对？对，按传统，真传统。哦，已經係客家人啦，因為我是客家人。哦，所以留着这个经验的传承。对。被逐渐遗忘的传统，源自农田休耕时转做芥菜，许多客家家庭就靠这一颗颗绿基弥补生计。我们冬季的时候卖一批福菜可以缴我们的学费，就把这个酸菜的福菜赶快卖掉，卖掉呢刚好给我们注册，那我们就很满足、很感动了。感恩延续，迎接建国100年，第一届客家福菜节即将在公馆乡的忠义村举办千人踏咸菜的活动，挑战金氏世界纪录，也有文化传承的意义。这代表客家精神啊，勤俭、勤劳啊，然后把一个芥菜呢，把它分成很多的价值。因为芥菜可以分成酸菜，加工之后就变成酸菜，再曝晒之后就变成福菜，把福菜再晒干之后就变成我们吃的梅干菜、梅干扣肉的那种。公馆素有福菜之乡的美名，30甲田地，年产量25万斤，产值超过5000万。入冬时序，遍地金黄，成了当地的特殊风光。到我们公馆大概是每年度11月份的时候，各个部落、各个地方呢，都是到处都有这个晒福菜。弯腰不畏辛劳，只求这份农家传统得以在这块土地上延续飘香。这颗福菜从制成过程当中，必须要反复的翻晒60次，所以在这里村长说，真的是富人家这一辈子跟福菜之间的感情是紧密相系的。它透露出了客家人习物勤俭的个性，同时它也是客家文化、庶民文化一个最好的代表。按传统，因为我是客家人。按传统，因为我是客家人。